今日我嚟到中環嘅大館參觀以香港臥底電影做主題嘅裝置展覽，25蚊1個鐘頭沉浸式臥底體驗，係一個文物古蹟入邊香港嘅前監獄搞一個臥底展覽，其實都貼題嘅。咁有心思嘅展覽，主要場景分別有無間道、掃毒、門徒、龍在邊緣等等警匪戲。除咗神還原電影佈景，仲連一啲細節位都令到觀眾可以投入玩。除咗打卡阿寶之外呢，對睇警匪片大嘅人，見到呢啲戲入邊出現嘅場景係好感動嘅。快啲出嚟喂，好咯喎，我睇咗你好耐咯喎，你做咩啊？做咩啊？今次呢個美術真係做到嘢，而且佢仲展出電影嘅真實 storyboard 同埋劇本。韓版公民代交給玉樓，打開信封細看內面的名單。我想去個靚仔入貨。下星期咁嘅咩？好似唔係。又未揾到邊個係賢仔？我快啲報告要咗出嚟，其他嘢唔使你擔心。上頭開晒翻6個字，咁都係仲好啊！你唔係擔心我，你擔心你自己啊，老 Sir。呢個沉浸式臥底體驗，預留時間45分鐘至到2個鐘，記住喺網上面買定飛。如果唔想同人逼，就揀平日嚟啦。